目前人。希望这段时间，今日咱好先做环境，那当然，这个人做环境一定嘛，各位过来吼。其实啊吼，道理财经啊，哦，所以过去有一位有一位迄个技术啦，咱问一个法师啦。伊讲，法师，我请教啦吼。我咧读经的时阵，我是爱读足侪经，爱读足精啦，爱听有意思无？因为我经典爱读足侪，一个一个一直读，是讲一部经典读足精安尼啦。艺术学院啊，迄个读足侪啦，迄叫做文艺啦，但是你讲迄文艺尔啦。所以呢，以前迄个发展较后壁个期，较后壁个期啦，变成就是参像你咧食册啊，咧食册啊较小声，你咧惊看尔毋知注意啊，惊食册啊较啦，无注意啦，安尼啦。你读经，就是讲你食着册啊了啦，食着册了有需要无？食册了有饱。到有注意，免食太济。你若食册啊，较嘛食袂饱，食册啊，较要创咱嘛食会啦吼。所以你们第一对经典的非常叫咩？一门深入。但是经典呢，咱若做黄经，讲到就这第6品、甲第7品、第8品、第9品、第10品这啦吼。其实这物件嘛讲较足深的。你若毋是讲真正。